陣間嘅內容咧，可能個內容比較多些少啦。如果有需要嘅，你可以隨時影低佢，冇問題嘅。OK， 好，咁我哋開始㗎啦喎。咁關於做運動嘅時候，如果假使間有癌症嘅問題啦，其實做運動咧係有直接嘅幫助嘅。有幾個重點啦，第一樣嘢會提升翻免疫系統嘅活性啦，咁亦都可以增強翻對腫瘤細胞嘅清除嘅狀況。咁身體裏面一啲抗氧化功能啦，身體裏面嘅代謝嘅水平啦，都會提升到嘅，令到個癌細胞個環境咧可以多啲足夠嘅血液供應，可以有效地消除到個癌細胞。呢個所以點解就會係就算有癌症嘅情況之下，都應該要做運動嘅。好，另外一樣嘢，我哋今次亦都有需要講過咧，就係除咗一般普通嘅運動之外啦，咁中醫嘅中國嘅傳統嘅功法啦，就例如一啲八段錦啦，例如一啲太極拳啦，咁呢部分我哋都陣間會提及到嘅。咁如果假使間我哋冇考慮到究竟嗰個人佢係咩癌症，呢個第一。如果假使間佢可能已經有癌症，但係佢已經去到康復咗嘅階段，例如佢可能已經超過咗5年啦，咁佢仍然係健康嘅狀態嘅話，咁我哋咧就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去了解究竟佢會唔會遮住大家 ？OK 哦，係，我哋會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咧，去判斷究竟咩運動適合佢嘅。舉個例，例如一星期大概3至5日嘅運動啦，咁數埋每星期大概150分鐘嘅，咁數埋大概150分鐘，咁我除翻每次大概半個鐘嘅話，咁即係話大概每日運動30分鐘呢個喺政府啲宣傳成日都講緊嘅啦，每日運動30分鐘，其實源頭係咁樣嚟嘅。咁即係換句話講，除翻開每日30分鐘，咁每個星期就會有150分鐘嘅運動。咁呢個當然係喺最基礎嘅角度講啦。咁如果我哋係要對住一個有問題或者佢係患病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我哋有好幾樣嘢要考慮嘅。第一樣嘢，呢個運動嘅強度上面係會調整一下嘅。我哋一開始喺治療嘅初期咧，我哋會將成個運動個強度降低咗先。咁然之後隨住佢慢慢適應翻啦，咁先至會一路增強翻運動嘅。咁我點知我依家做緊個運動究竟係強定弱咧？用 pulse 用心跳率作為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判別嘅基準嚇。心跳嘅速度係去決定究竟你做緊嗰個運動嘅強度嘅。好多時咁我哋有公式去計嘅。咁但係我哋再簡單啲嚟講，如果假使間一位60歲嘅患者，佢做運動嘅時候，基本嘅心跳率應該大概喺80至112之間嘅。如果假使間佢去做個運動，我先唔好理佢跑個步啊、游個水啊咩，咁跟住之後發現，咦佢心跳上到130、140嘅咯，其實佢已經做緊好強嘅運動㗎啦。OK 如果假使間佢一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咁我哋會建議翻，咁你個運動保持翻大概80至100度啦，80至110度啦，呢個範圍之內，咁就會係建議嘅運動強度。咁你話咁我以前就成日要數住 pulse 嘅，成日要數住跳脈跳，但係依家啲錶啊啲已經好方便，一望到應該上到130嘅咯。OK 係啦，咁所以呢啲錶係喺做運動嘅時候有意義嘅。另外啦，關於運動處方嘅時候啦，咁尤其是咧同呢個一啲嘅中國嘅功法有關嘅時候咧，咁我哋咧要留意3個重點。一個係所謂嘅調身、調息、調心，係啦。咩叫調身、調息、調心咧？咁即係第一樣嘢係動作 ，OK？ 即係例如你練八段錦，咁你個動作係向上托嘅，呢個動作要啱。第一，第二調息嘅即係呼吸，你當陣時究竟係用力嘅時候呼氣，抑或用力嘅時候吸氣咧？呢個係需要知道嘅。第三樣嘢調心，即係身體裏面你嘅意念。當你做嗰個動作嘅時候，例如一個抱球嘅動作，一啲太極拳好多抱球嘅動作㗎。做抱球嘅動作，你個意念係將佢集中喺手指，去形成一個中間一個球嘅形態。咁呢個就會係所謂嘅最主要3個部分。先唔好理究竟你係練八段錦啊，練太極拳啦，抑或係單純練氣功啦，呢啲都會有需要從呢3點去考慮嘅，係啦。總之同中國嘅功法有關嘅話，呢3點係重點嚟嘅。
咁但係亦都有啲運動唔係中國嘅功法㗎嘛，咁有啲運動係一啲帶氧運動啦。咁帶氧運動呢，咁我哋知道佢做起運動嘅時候，心跳會加速啦，會唞氣快咗啦，講嘢好似講上氣唔接下氣咁啦。咁呢啲係所謂嘅帶氧運動啦。咁正如頭先所講每個星期運動150分鐘，呢個其實係講緊咩？講緊帶氧運動嘅量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做150分鐘嘅帶氧運動係完全唔夠嘅 ，OK？ 咁我哋陣間咧亦都會講，根據翻唔同嘅病嘅情況之下，會講大概點樣組合㗎啦。咁帶氧運動咧，咁首先第一樣嘢要揀一樣自己有興趣嘅先啦。有啲人唔中意跑步嘅，你逼佢去跑步都唔係幾過癮嘅，係咪？咁我哋發現咧喺外國有好多乳癌嘅患者，佢哋會選擇游水嘅。游水會作為一個佢哋身體嘅一個主要嘅恢復嘅一啲運動啊。咁所以隨便揀一個自己有興趣嘅運動作為一個帶氧運動嘅鍛鍊，係啦。咁除咗帶氧運動之外呢，係仲有其他嘅，包括一啲力量嘅訓練啦。咁力量嘅訓練，咁我哋會有機會會用到喺啞鈴。我哋唔使去到練大隻佬嗰啲鐵餅咁多嘅細細地啞鈴。點解啊？因為我哋好多時呢，如果個患者佢去做完手術 ，OK， 咁跟住之後要練翻力嘅。咁佢例如不論去練翻腳力啦，不論練翻手力啦，咁淨係喺空中做一啲動作嘅話唔夠力嘅。加埋啞鈴去輔助翻佢肌肉嘅發展。咁除咗啞鈴之外呢，仲有一個好常用嘅就係橡筋帶，係啦。佢未落床嘅時候已經可以用橡筋帶去練翻佢啲力嘅。陣間我哋都有啲示範圖有啲例子嘅，係啦。咁一啲柔韌性嘅鍛鍊，我哋陣間都會涉及到嘅，例如一啲伸展性，一啲乳癌患者，我哋經常會建議乳癌患者啦，一啲嘅肺癌嘅患者啦，甚至係一啲長期臥床嘅，咁我哋陣間都會提及到一啲伸展嘅動作啦，係啦。咁被動運動，好啦，有啲患者咧，佢唔會自動主動地喐嘅。舉個例，佢長期臥床嘅患者，舉個例一啲惡病質嘅患者，佢可能長期要瞓床嘅，我哋要點幫佢呢？係一啲所謂嘅被動運動。主要有幾樣嘢嘅，第一部分係關節運動，第二部分會係一啲軟組織嘅按摩。咁軟組織嘅按摩、穴位相關嘅按摩，咁頭先陳醫師亦都有提及過啦。咁我哋關於啲被動式嘅運動呢，咁除咗關於喺啲關節上面幫佢，喺血液循環同埋啲肌肉上面幫佢之外呢，咁我哋發現呢，有一啲患者，尤其是骨折嘅患者啦，一啲長期臥床嘅患者啦，尤其是一啲手術後嘅患者同埋一啲關節有問題嘅患者，我哋會經常需要幫佢哋做一啲被動式嘅活動嘅。點解咁講呢？因為長期臥床嘅時候，啲關節咧會縮埋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啲情況之下，我哋由大關節開始做起先 ，OK？ 由大關節開始做起先，邊啲係大關節啊？髖關節係大關節 ，OK？ 膊頭係大關節，由呢大關節開始幫佢鬆起先嘅。咁喺頭部，例如有啲鼻咽癌嘅患者，佢做完手術、做完電療、化療，佢呢啲位頸位冚唪唥都會緊晒嘅。你叫佢轉個頭，佢成個身機械人咁轉身嘅，佢轉唔到個頭。呢啲你要幫佢做一啲嘅被動運動，去幫佢鬆翻開頸肩呢啲位，包括一啲輔助佢即佢瞓咗喺度，輔助佢一啲點頭嘅動作啦，一啲頭部側彎同埋兩側轉頭嘅動作啦，呢啲最基礎要幫佢做嘅。一啲軀幹嘅運動包括一啲年老嘅患者佢可能啲腰背可能周身痛咁呢啲都有機會會要幫佢，例如要幫佢一啲彎腰嘅動作同轉身嘅動作啦，呢啲都係有需要嘅。膊頭頭先有提過，如果我哋要幫人哋去做膊頭，尤其是乳癌嘅患者，一個內收嘅動作，呢個係內轉嘅動作啦，呢個我哋經常要做嘅。點解呢？因為好多患者咧喺做完手術之後呢，佢喐得唔夠，佢呢個位係打唔開㗎啦。跟住之後就係尤其是做完一啲手術乳癌嘅手術，佢喐埋個淋巴之後呢，佢隻手會腫，佢一腫咗之後呢會聚完之後呢度就更加難打開嘅。咁所以呢，會有啲患者佢發現打唔開之後呢，就直頭呢個位直頭黐住咗㗎啦。咁好多時要去診所要揾人去幫佢拉翻開個關節。咁其實呢個動作呢，類似如果假使間你當好似企喺度，其實個動作好似個招財貓咁嘅啫，上下喐嘅啫，係啦。但係成個動作呢係打開咗個胳肋底嘅。
係啦，呢個動作係有好多患者係需要幫佢做。咁當然陣間我哋都有圖去示範，通常會係點樣幫一個乳癌患者拉翻開個。另外嗱，頭先講完做一啲大關節啊，膊頭呢啲大關節做完之後咧，就係一啲細嘅關節，例如手踭啦，同埋手腕、手指嘅嚇，包括啲手踭彎曲、旋前同埋旋後嘅動作啦，包括啲手指嚇、手腕嘅彎曲同伸直，一手指打開啦，同埋收埋手指呢啲動作啦，係啦。咁好啦，呢啲大關節、髖關節啦，尤其是一啲長期臥床嘅話嘅患者，我哋有需要協助佢，包括一啲彎曲伸直佢成個大髀啦，外收同外展嘅大髀啦，同埋一啲內旋同外旋嘅大髀角度嘅，係啦。咁同埋腳踭好多時，如果假使間咧有啲患者係啊，佢瞓得耐嘅時候咧，第一個梗咗咧就喺腳踭呢啲位梗咗，佢一梗咗咁，跟住之後喐唔到㗎啦，你叫佢落床都落唔到啊，因為佢根本食唔到力㗎嚇。咁我哋會協助翻佢成個腳踭兜翻起同掹翻開啦嚇，即係慢慢用力啦嚇，係啦。咁同埋一個向外同向內擺嘅情況啦，呢啲都係一啲被動式嘅運動嘅嚇。講咁多做運動嘅嘢嚇，咁幾時先要做呢？其實喺做手術之前已經開始要做㗎啦。咁做手術之前已經開始要做嘅話，我哋有幾個目標嘅。第一樣嘢，我哋會要加速翻身體嗰個康復嘅進展嚇。咁手術之前，最起碼手術之前2個禮拜已經開始要做㗎啦。咁包括一啲帶氧運動啦，包括一啲練嘅肌肉啦，呢啲陣間我哋都會提及究竟咩情況之下會係點安排。係啦，咁嗱呢個患者係一個肺癌嘅患者，咁佢喺做完手術之後 ，OK 呢幾張都係做完手術之後，咧佢痛 ，OK 上半身唔係點喐得，咁點啊？練住腳先啦，橡筋帶練住腳先㗎，你見佢，咁跟住逐步你見佢開始上半身可以喐得啦，但係未落得床。咁喺床上面攞住個啞鈴仔已經開始練緊啲手嘅肌肉啦，係啊，坐得起身嘅亦都用個啞鈴練緊啲肌肉。所以點解我頭先就係話你嗰啲啞鈴啊、嗰啲橡筋帶啊，其實好有作用嘅。咁另外啦，咁頭先有提過關於太極拳同八段錦啦，係啦，首先好關鍵嘅，依家目前啲研究咧發現咧，八段錦咧喺身體裏面嘅協助康復上面咧好有幫助，尤其是有幾個重點。第一樣嘢喺佢成個治療過程中，佢出現攰嘅情況，會用八段錦。佢睡眠質素有問題，不論究竟佢係瞓唔到啊，抑或佢係嗜睡狀態啊，會建議用八段錦，係啦。第三樣嘢會係喺佢個情緒有啲問題，係啦，亦都會建議用八段錦嘅。呢三樣嘢目前研究發現用八段錦個效果係好理想嘅。咁太極拳通常幾時會建議用呢？咁通常例如喺上肢上面啦，喺上肢嘅一啲活動上面有問題，例如可能一啲乳癌嘅患者，佢可能做一啲動作，或者可能佢膊頭已經棘住咗啊，或者係上肢佢水腫嘅情況啊，就會建議用太極拳去練習。呢個亦都會係建議用嘅嚇。見到個 case， 咁究竟要點安排呢？咁當然首先要知佢個診斷先啦。咁佢診斷究竟係咩？呢個要確定嘅。第二樣嘢要知嘅話，佢目前治療嘅情況，佢究竟係打緊藥啊，做緊化療啊，抑或點樣呢？會唔會有其他相關嘅毒性呢？另外一樣嘢必須要知嘅就係佢嗰個平衡能力啦。如果假使間嘅平衡能力比較差嘅時候，你唔會建議佢做，即係跑步啊嗰啲唔會建議佢做。佢要練翻成個下肢下盤嘅力，係啦。平衡能力如果真係比較差嗰啲患者呢，我哋會建議佢一開始要練翻就係一個馬步先嘅，個馬步要練翻穩先。如果唔係佢成日跌嘅話，咁佢之後所有嘢都好難做。好啦，好，咁我哋要做練習嘅時候，梗係要有啲目標㗎啦。咁我哋對應翻唔同嘅目標去做。OK， 舉個例，攰嘅問題。咁我哋除咗要知道佢攰之外，咁都要知佢究竟會唔會係因為咩原因攰呢？佢會唔會係因為缺血嘅問題缺血嘅問題攰啊，或者可能電解質嘅問題攰啊？呢啲其實基本上喺醫院嗰邊抽血就已經知答案㗎啦。咁但係好多時佢攰嘅時候，佢會有機會影響日常生活啦，佢可能會影響佢嘅情緒啊，可能會影響佢日常行啊、工作啊、人際關係啊，呢啲都係有直接關係嘅。好啦，頭先講我有一樣嘢攰嘅話，我哋建議做咩？做八段錦。OK， 做八段錦其實佢如果假使間佢做八段錦持續做1個月。每日做
個效果係好明顯嘅。所以如果假使間有個患者佢去同你講，我唔好攰啊，成日要喺屋企攤頭啊，淨係起身夠起身食完個飯又要攤頭啊，你㧬佢去做八段錦啊！你開 YouTube 其實有好多人已經教緊八段錦，甚至係可能去報名去參加啊。舉個例如癌症基金會佢每個月都有免費嘅 course 去教做運動，免費嘅，不過只不過係即係因為佢免費咧，就好多人報咁解嘅啫，所以成日要衝過去報。呢個我啲病人講，咁所以如果假使間想要有人教喎，你可以出去揾人教又得，你去癌症基金會嗰邊又有免費嘅又得，你上 YouTube 又得，所以有好多方法去學唔同嘅方案去協助翻身體。好啦，頭先講過八段錦，除咗可以協助個人攰之外，仲協助翻情緒嘅問題嘅。咁有好多患者可能佢發現咗問題，佢好唔開心，佢會喊 ，OK， 咁呢個當然好明顯係情緒問題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其實佢啲情緒問題係唔明顯地發現嘅，包括咩咧？包括佢可能你會見到佢異常嘅消化道症狀，包括佢好容易便秘啊、肚瀉啊、胃口差，呢啲係有潛在嘅風險，佢係一啲有潛在嘅情緒問題嘅。第一，第二，佢睡眠質素好差嘅。好，第三樣嘢佢異常地攰嘅，同埋你有陣時可能會聽到咧，佢會講即係可能啲因為自己患病啊，跟住之後連累屋企人啊，啲細路又要照顧翻佢啊，咁呢啲字眼全部其實同佢情緒有啲問題有關嘅。咁好啦，咁正如頭先所講，情緒唔係幾好，我哋會建議用咩？八段錦 ，OK？建議翻佢練翻八段錦，好多時練八段錦，舉個例如練翻3-4個月都好，咁跟住之後佢情緒相對地會穩定些少噶啦。好，淋巴水腫。淋巴水腫咧係通常咧尤其是喺上肢啦，其實喺上肢同喺下肢都會有嘅。咁喺上肢通常會係啲咩相關咧？例如肺癌啦，例如乳癌相關嘅啦，尤其是同呢個淋巴結做咗手術有關嘅。下肢嘅話會係同咩相關咧？例如可能同呢個腸癌啦，可能同呢個婦科嘅癌症啦，或者係一啲嘅前列腺癌症啦。咁尤其是都係同淋巴結有直接關係嘅一啲情況。佢做完手術之後，佢就會出現咗一啲淋巴水腫㗎啦。咁我哋除咗見到佢隻手腫咗之外，咁我哋仲會見到啲咩呢？我哋仲有機會會見到佢皮膚會唔會啲顏色有問題啦？佢喐唔係幾到隻手啦，係啦，呢啲都會常見見到嘅情況嘅。咁由少少腫啦，去到就算用咗嘅壓力襪啦，都見到佢腫啦，甚至係你見到佢啲皮膚已經變色啦，甚至係個關節附近已經開始負荷比較大，會變形啦，係啦，腳都會㗎，係啦，腳都有出現呢啲情況，係啦。咁我哋通常如果假使間出現淋巴水腫嘅話，建議佢做嘅運動咧，首先第一樣嘢加翻個壓力襪先，加翻壓力手套先，係啦，因為佢有機會做運動嘅時候減少翻佢腫脹嘅機會。第一，第二，如果假使間佢做運動期間咧，見到佢紅得好緊要 ，OK， 紅得好緊要，呢啲都係異常地紅嘅情況嘅話咧，要停嘅，因為呢啲情況之下咧，有機會佢皮層裡面咧有啲問題嘅，包括例如可能喺佢裡面血管有問題啊，有細菌啊，呢啲都會出現呢啲現象。咁所以見到佢咁樣紅法咧，要停手嘅。好啦，如果我哋要建議佢做運動咧，淋巴水腫我哋會建議佢做一啲肌肉鍛鍊嘅。咁肌肉鍛鍊咧，我哋呢個要呢個新嘅概念，一個百分比 RM 嘅概念。因為咩叫百分比 RM？ 即係換句話講，我例如一個呢個動作 ，OK， 如果假使間我出盡全力啦，我淨係做得10下。咁我哋一開始會建議大概40% RM 嘅，40% 即係咩？我哋淨係做4下。OK， 咁做4下，即係咁每次2組，即係做完4下，唞再做4下。OK， 唔難明啊呢個。咁好啦，咁一開始大概40% 啦，咁跟住大概2個禮拜之後再加，咁即係上到幾多？上到50%，上到50%即係咩？做5下，唞，再做5下，好，完成。好，再加落去就大概去到70% 啦。咁做70% 啫咩？做7下，唞，再做7下就停啦。咁點解會做個次數？我哋唔需要做咁多個次數嘅原因呢，係因為本身佢出現淋巴水腫嘅時候，佢力嘅負荷已經有限。但係我哋個目標就係要令到佢啲肌肉可以幫手逼翻啲水去身體度，唔好聚咗喺隻手度。如果假使間我哋做好多下嘅時候呢，啲血就係咁湧晒落隻手度，咁佢係做完之後更加腫嘅，真係好陰功。所以點解次數唔使多，
OK 嚇，但係要練力嘅，係啦。係啦，咁除咗咁我哋上肢嘅運動啦，咁除咗頭先呢個手推牆，即係就好似喺靠住埲牆做掌上壓嘅動作之外咧，咁包括咧一啲向前推嘅動作嚇，唔一定用鐵餅㗎，唔一定用鐵餅㗎，佢哋可以拎起樽水向前推嘅動作 ，OK 嚇，側平舉即係一個向外飛嘅動作 ，OK 嚇，臂彎舉一個鬥起一啲嘢嘅動作 ，OK 嚇，真係唔一定用啞鈴，用其他嘢都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嘅，係啦。咁如果我哋用腳嘅時候嘅練習，包括一啲咩動作咧？包括一啲踎坐嘅動作啦，提腳 ，OK 嚇，兩隻腳一齊提嘅，咁我哋會練到大髀肌肉同埋腹部啦，嚇，逐兩邊單邊腳提嘅 ，OK 嚇，一啲小腿內收嘅動作，你又見到佢又再一次要用到一啲嘅橡筋帶啦，係啦。咁我哋做一啲淋巴水腫嘅話咧，我哋每一次會建議每個動作會唔使會除咗做肌肉練習之外咧，仲有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啦。每個動作唔使太耐嘅，30至60秒到嚇。咁當然包括埋一啲嘅淋巴按摩啦。咁其實之前我哋喺之前嘅講座都有提及嗰啲淋巴按摩相關嘅內容㗎啦，係啦。好，如果假使間有好多患者其實喺香港嚟講嘅話，佢本身已經少運動㗎啦，咁做完一啲嘅手術之後咧，心肺能力咧亦都會再進一步下降嘅。咁好多時醫院方面咧可能會觀察一下，睇下佢究竟心肺能力嘅下降到咩地步啊？有機會佢會同佢做一啲心肺運動嘅測試啊。咁呢啲係其中之一個方法啦。咁另外一樣嘢，如果假使間，尤其是例如肺癌嘅患者，呢個好關鍵，尤其是肺癌嘅患者。佢做完一啲嘅手術之後咧，心肺功能係下降得好緊要嘅，所以係喺佢做手術之前已經要開始鍛鍊，由帶氧運動啦，一啲肌肉嘅鍛鍊啦，同埋一啲高強度間歇訓練，即係所謂嘅 HIIT。HIIT 咧係一個目前嚟講係鍛鍊心肺功能嘅一個比較高效率嘅一個方案啦。HIIT 係咩嚟咧？即係例如佢有好多組唔同嘅動作嘅，唔緊要嘅嚇。咁可能係一啲踎低提腳嘅動作啦，可能係一啲跳繩嘅動作啦，係啊，可能係一啲跳嘅動作啦。每個人嘅耐力有啲唔同，所以會揀翻唔同嘅動作。咁你其實喺啲電話嗰啲 app 嗰度，你 search HIIT 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建議㗎啦。咁點解要咁做呢？就係要喺短時間之內嗱，即係例如個患者佢發現自己有問題，但係依家就仲未開始做手術，中間呢度大概可能會有1個月至2個月嘅空窗期嘅時間嘅。咁就喺呢個時間之內咧，就會開始要練翻身體個心肺功能，唔係喺做完手術開始練。OK， 做完手術之後條氣都講嘢都唔係好順啦，咁你點練呢，大佬？咁所以係喺做手術之前已經開始要練 HIIT 嘅。OK， 係啦。關於心肺耐力咧，另外我哋要建議咧，會係一啲吸氣機嘅訓練。吸氣機嘅訓練咧，通常咧。呢個係喺手術之後啲人需要用到嘅呼吸訓練嘅啫。咁但係咧手術之前咧就唔係用呢個嘅。手術之前會建議翻用一啲運動員會用到嘅吸氣機嘅訓練嘅。咁會用一啲呼吸力嘅訓練器咧。咁其實即係換句話講，利用佢呢一個會有阻力嘅一個呼吸器。令到你自己身體打開翻個肺更加有力啲，咁佢日後做完運動、做完手術之後嘅話咧，佢會出現條氣緊啊，呢啲機率會相對地少好多嘅。好，睡眠障礙、睡眠問題，頭先咪開始講過咯。呢個練呢個八段錦啦，咁就除咗睡眠問題之外，仲有好容易攰啦，仲有呢個情緒嘅因素啦，我哋都會建議用八段錦嘅方法去輔助翻佢改善嘅，係啦。盆底功能嘅障礙啦，係啦，盆底功能嘅障礙咧，好多時例如做完腸嘅手術啦，例如直腸嘅手術、直腸 cancer 嘅手術，係啦，咁佢因為佢好近肛門嘅位置，係啦，或者可能佢喺大腸近直腸嗰段都會有機會會涉及到盆底功能嘅問題啦，或者可能係一啲婦科嘅手術啦，或者會係呢個前列腺嘅手術啦，咁都會影響咗盆底功能嘅問題嘅。咁影響咗盆底功能咧，佢會出現幾樣嘢，有機會出現尿失禁啦、大便失禁啦、內臟向下垂啦，呢啲都會影響到嘅一啲結果嘅。所以你見有啲前列腺癌嘅患者，佢做完手術，做手術之前個西醫已經同佢講啦，有機會做完呢個尿失禁，跟住之後好多人都喺度揀
唔做手術嘅，係啊，咁點解？因為做完手術之後有機會令到個盆底有問題，咁所以要喺佢做手術之前已經開始要練翻個盆底肌嘅訓練。最主要嘅盆底肌肉訓練嘅話係呢個海格爾運動。海格爾運動係咩嚟呢？嗱，我哋切開個人去望翻，好望翻咧呢度咧有幾個肌肉嘅，呢個係囉柚嗰個肌肉 ，OK？ 呢個大髀嗰個肌肉，呢個腹肌唔係呢幾嚿，係中間嗰條。咁中間嗰條係有啲咩呢？中間嗰條咧啱啱橫跨住咧就係一個直腸嘅肛門位置，亦都橫跨住呢個膀胱嘅開口嘅位置。咁所以咧好多時咧，佢如果假設間嗰個人做完手術之後，呢嚿肌肉鬆咗唔好理佢鬆咗定傷咗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呢嚿有問題嘅時候咧，咁就冚唪唥嘢明明喺前面做完手術，咁後面都控制唔到嘅，會有啲人會出現。咁所以點解要練翻呢個盆底肌肉嘅原因就係咁解。咁你要揾呢個肌肉好簡單嘅啫。你首先咧，你用手指去你個肛門嗰度輕輕掂下，肛門會有少少收縮嘅，嗰個係盆底肌肉。OK， 唔使依家掂，OK， 係啦。咁你當你揾到嗰嚿盆底肌肉嘅時候咧，你不論你係坐喺度，不論你係瞓喺度，都可以練習到嘅。OK， 咁簡單啲嚟講，佢係一個收縮。OK， 我動作大啲，佢收縮。咁跟住 hold 住大概5秒，放翻鬆，收縮 hold 住大概5秒，放翻鬆。冇，其實基本上做緊都見到嘅，係啦。咁所以會建議翻呢個練習嘅，有需要。好啦，嗱咁講咗咁多具體嘅目標啦，咁我哋咧根據翻唔同嘅情況之下，我哋會建議點嘅情況之下點用咧？舉個例，一個肺癌嘅患者，佢喺佢手術之前已經要開始要做嘅練習㗎啦。除咗佢要做帶氧運動之外，除咗佢要做一啲肌肉練習之外，頭先講咗啦，佢建議佢會做 HIIT 嘅，係啦。頭先咪講過一啲嘅可能一啲跳嘅練習啊，我哋就要建議佢就係喺手術之前已經要開始要練習定㗎啦。OK 呼吸肌肉嘅訓練，頭先嗰個呼吸個輔助嘅呼吸器啦，你練習佢吸氣同呼氣嘅肌肉個強度啦，係啦。另外會建議翻開始練腹式呼吸嘅。點解呢？因為喺手術之後呢，上半身呢啲位會痛得好緊要，你點喐你都係痛嘅。咁點算？咁你都要練習㗎。咁你嗰陣時已經開始要做緊腹式呼吸嘅練習㗎啦。OK， 咁即係換句話講，你手術之前呢已經練習去習慣咗腹式呼吸嘅狀況，即係吸氣個肚會脹，呼氣個肚會凹翻落去，呢個腹式呼吸嘅練習。咁跟住之後做完手術，腹式呼吸嘅練習要繼續做嘅。OK， 好啦，咁做完手術之後啦，咁 HIIT 肯定做唔翻㗎啦，咁點算呢？咁除咗做呢個腹式呼吸練習之外呢，包括一啲嘅縮唇嘅呼吸訓練。OK， 睇唔到個字。OK，anyway， 縮唇嘅呼吸訓練啦，縮唇嘅呼吸訓練咧會係用鼻吸氣然之後吸氣同呼氣嘅比例大概3:1，即係呢個呼吸。OK， 呢個係協助翻練翻鼻腔咽喉去到氣管之間個力嘅一個練習嚟嘅。呢個喺佢做完手術之後仍然攤咗喺床度，咁跟住之後去練翻呢組肌肉咁呢個所以點解話有需要練習翻佢輔助翻佢日後嘅減少翻佢一啲症狀嘅情況嘅。好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做完手術之後，咁跟住之後呢，我哋除咗練習頭先呼吸肌肉啦，咁仲要練翻上肢嘅功能嘅。頭先講咗啦，佢做完手術之後呢，佢好大機會會影響咗上肢嘅功能嘅，包括由頸肩呢度開始啦，去到手部嘅活動啦，呢啲都會有機會出現痛啊、喐唔到啊、梗咗一啲現象。咁我哋練習嘅時候，由佢開始一啲動作嘅練習，包括手踭嘅屈伸啦，一啲舉手嘅動作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再練呢，就係一啲擺動嘅動作啦。OK， 擺臂嘅動作啦，舉手嘅動作啦，將兩邊手扣喺後面嘅一啲嘅擺動嘅動作啦，呢啲動作都係會建議個患者喺做完手術之後開始做嘅。如果假使間佢做完手術痛喎，一做就痛，停，俾佢唞翻上先至再繼續做，唔使夾硬嚟嘅，係啦，因為我哋目標就係要佢功能恢復。咁另外啦，咁如果假使間佢做完手術，見到佢心情有啲問題喎，會建議做啲咩？做八段錦 ，OK， 心情唔靚做八段錦 ，OK， 我哋要再進一步再輔助翻佢上肢功能嘅，會做咩？會建議佢做太極拳嘅 ，OK。
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有陣時見到個患者佢可能會需要做電療啊、做化療啊，咁視乎翻每個情況有啲唔同啦。例如通常一啲舉個例，一啲晚期嘅患者啦，晚期嘅患者我哋見佢體質會比較差啲，佢個體能嘅狀態會差啲，你叫佢跑步真係嘥氣啦。咁我哋會建議翻佢都係做翻啲功法嘅，例如啲八段錦呢啲功法啦，去輔助翻佢嘅體質嘅控制啦，係啦，鍛鍊翻佢身體嘅體質嘅，係啦。嗱，乳腺癌嘅患者咧，喺手術前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要建議佢開始鍛鍊佢嘅肌肉 ，OK， 鍛鍊佢嘅肌肉，所以你見到咧佢冇特別會建議有帶氧運動嘅，但係鍛鍊肌肉咧好關鍵。由一開始做一啲10至12次嘅頭先咪話1 RM 大概50，即係換句話講，例如佢可以做到10下嘅，佢一開始已經要做5下㗎啦，咁跟住做10至12次，係啦，咁即係佢起碼一開始已經要做緊50下頭先嗰個動作，佢中間可以唞長時間冇所謂，但係佢每日會係做大概50下呢類嘅推動嘅運動啊，練翻胸肌啊，練翻手嘅肌肉啊，好啦，然之後做完手術啦，做完手術嘅話咧，會出現一個現象，佢呢啲位胳肋底位呢啲位揦得好緊嘅 ，OK， 佢上肢有機會出現水腫嘅情況，咁佢揦得好緊嘅話，我哋應該要拉翻開佢。咁拉翻開佢嘅話咧，我哋需要做一啲肌肉嘅牽伸啦如果自己肯做嘅話 ，OK， 如果自己肯做嘅話咧，佢幅牆 ，OK， 呢個人咧係有幅牆喺度嘅，依家唔知點解睇唔到 ，OK， 佢幅白色嘅牆喺度，咁佢靠埋幅牆，又唔一定長嘅，可能係一啲固定嘅嘢 ，OK， 佢靠住喺度，然之後轉身 ，OK， 咁你呢段就會拉開咗㗎啦 ，OK， 咁佢可以擺高啲、擺低啲冇所謂，我哋目標就要將呢一段拉開。OK， 呢一段係佢作為佢做完手術之後，佢呢啲位佢會拉緊咗嘅，所以我哋要將呢段拉開佢。OK， 硬嘢 hold 住，轉身。OK， 呢個就係所謂嘅單臂固定轉體嘅一個肌肉牽伸嚟嘅。好啦，咁我唔做呢個得唔得？但係有好多其他方法嘅，包括佢靠牆兩邊手，係啦，呢個係所謂嘅推式嘅方法。佢兩邊手跟住之後向前中。咁佢呢啲位咪會拉翻開咯 ，OK， 係啦，或者佢後面有嘢捉住嘅，佢後面有嘢捉住，咁呢啲位都係會拉翻開嘅 ，OK， 呢啲係需要每日做嘅動作，咁但係咧有好多人咧就自己唔做，咁然之後咧走去診所揾我做，咁咧就要喺後面鎖翻開佢，將佢膊頭呢啲位拉翻開佢嘅。咁當然啦，佢平時好少做嘅時候，咁點算咧？呢啲位好痛，係啦。咁你要慢慢一路將佢做一啲動作，順翻個肌肉紋理，先至拉得翻開嘅。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如果每天自己肯自己拉嘅話咧，呢啲痛啊，呢啲扯住啊，就會減少到㗎啦。係啦，咁頭先有講過一啲上肢功能嘅康復啦，咁我哋除咗拉之外咧，仲有一啲膊頭嘅角度 ，OK， 膊頭關節內收，即係一啲夾胳肋底嘅一啲動作要練啦。一啲叉腰嘅動作，即係頭先咪話好似呢個招財貓嘅動作，向上然之後向下呢個動作，其實佢係打開咗個胳肋底呢一段嘅。如果假使間呢一段係扯住咗嘅話，呢個動作係做唔到嘅。有好多乳癌患者佢冇做好多練習嘅時候咧，呢個動作係做唔到嘅。咁然之後咧，佢隻手就鎖住咗㗎啦。OK， 係啊，咁佢一鎖住咗嘅話，佢呢啲位就會開始繼續水腫啦，更加腫嘅。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佢要練翻頭先拉開，跟住一啲內旋嘅動作，呢啲要練嘅，係啦。咁有啲患者佢可能想要幫手解決埋佢啲攰啊，個精神狀態啊，咁有啲人會選擇練瑜伽嘅，係嘅 ，OK 嘅，冇問題嘅，係 work 嘅，係啦。另外頭先有提過關於一啲上肢淋巴水腫啊，隻手嘅功能啊，會建議用太極拳啦，尤其是雲手。雲手係練翻個手嘅功能嘅一個好好嘅練習 ，OK， 係啊，上 YouTube 會見到好多呢啲動作㗎啦，係啊。好啦。
如果以香港嚟計，香港有好多乳癌患者咧，唔知點解好唔中意做運動嘅嚇，叫佢埋窗邊曬下，佢都好陰功咁嘅款嘅。但係實際上咧，就算喺外國都好咧，有好多乳癌患者咧都係好積極地做運動嘅，因為做運動係有直接正面幫助對於成件事嘅康復嘅進展。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乳癌嘅情況之下咧，身體裡面應該咁講，身體裡面嘅脂肪係會積存咗一啲嘅刺激素喺身體裏面嘅脂肪裏面嘅。咁如果假使間嗰個患者佢有乳癌，佢就算清走晒啲癌細胞啦，佢可能會剩翻1-2粒喺身體度。咁但係你應該有印象，乳癌患者好多時啲西醫要俾埋啲荷爾蒙藥。點解要俾荷爾蒙藥？因為嗰啲癌細胞佢會食身體裏面啲荷爾蒙，跟住之後就好高速咁變翻有一嚿嘅問題出嚟啦。咁所以如果假使間我哋要將身體裏面嘅荷爾蒙消除嘅話，咁頭先咪話咯啲脂肪裏面積存咗堆荷爾蒙，咁點算啊？咁我哋就要喐咗堆脂肪佢。咁所以好多時咧，我會建議就係乳癌嘅患者咧，會出現幾個情況，就係減肥係有需要減肥嘅。控制飲食呢一 part 係有需要嘅之前喺第3場講座嘅時候有講過，就係話減肥啊、控制飲食啊呢一 part 嘅。另外一樣嘢減肥減體內脂肪呢兩部分係絕對有需要嘅，咁先至可以令到嗰個乳癌嘅患者日後個康復嘅進展更加理想，減少佢復發嘅風險。咁所以係乳癌嘅患者係真係需要練多啲體能嘅，係真係有需要嘅，係啦。呢個係腸癌嘅患者啦。腸癌嘅患者咧，我哋咧除咗喺呢個最基本嘅8-5分鐘嘅運動之外咧，我哋有2組運動咧係建議佢需要做嘅。第一樣嘢核心肌群嘅訓練腹部核心肌群嘅訓練咧，舉個例如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其實都唔係幾喐得㗎啦。OK， 瞓咗喺度係啦，咁但係瞓咗喺度都有得練嘅。瞓咗喺度咧，收翻2隻腳。然之後用呼吸嚟練 ，OK， 用呼吸嚟練嘅話咧，去輔助收緊腹部嘅肌肉，去練翻腹部嘅肌肉先，係啦，因為佢腹部呢度做完手術，咁跟住之後咧，佢所以要練翻腹部嘅肌肉嘅，去輔助翻腹部嘅康復 ，OK， 呢個第一建議嘅。第二建議會係盆底肌肉嘅訓練，尤其是佢做一啲結腸啦、近肛門嘅一啲手術，會建議翻佢做盆底肌肉嘅訓練嘅，係啦，咁例如一啲步行為主嘅帶氧運動係絕對建議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點解依家目前有好多政府嘅宣傳都係建議最起碼都行下，因為其實目前腸癌喺香港或者喺全球佢發生率咧都好高下。咁所以其實以行為主嘅一啲練習會鍛鍊翻腰以下呢一段嘅血液循環，去減少翻佢嗰個問題嘅。咁另外，例如會用啲8段咁嘅方案啦，去輔助翻減少一啲睡眠障礙嘅問題啦。好啦，造口嘅問題，造口好多時咧，如果假使間佢做完手術之後咧，視乎翻佢做個手術有幾大鑊啦。有部分患者咧，佢嗰個位實在係冚唔翻埋，咁佢會加個造口嘅，呢個第一。有部分患者咧，可能係一個臨時嘅造口，之後佢要再做個手術，將呢段嘅腸駁落喺下一段腸，有機會出現呢啲情況嘅。咁所以造口有啲係長期嘅造口，有啲係臨時嘅造口。但係不論究竟係長期定臨時嘅造口嘅話，會建議佢做手術，唔係做運動嘅時候咧，就減少翻佢腹壓唔可以太高。如果腹壓過高嘅時候咧，咁點樣先會增加腹壓先 ？OK， 一啲負重嘅 ，OK， 拎重嘢會增加腹壓 ，OK 一啲彎腰嘅動作會增加腹壓，一啲撳嘅動作會增加腹壓，呢啲動作會盡量減少呢啲動作嘅點解咧？因為如果假使間咧佢做咗個造口啦，咁跟住之後加壓嘅時候咧，有機會將佢裏面條腸逼埋出嚟嘅。咁逼完出嚟之後咧，佢嗰啲位會壞死，咁佢又要再做多次手術，好陰功。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佢就算做運動都好，有啲動作係唔建議佢做嘅。OK， 係啦，前列腺癌。咁前列腺癌嘅患者咧，我哋當然啦會建議翻佢除咗最基本嘅帶氧運動之外咧，咁有幾樣嘢會建議嘅，盆底肌肉嘅鍛鍊會建議嘅，係啦，尤其是喺做完手術之後咧，佢都係唔喐得㗎啦，佢都係瞓咗喺床上面。咁但係咧瞓咗喺床上面，尤其是喺下半身嘅練習嘅話，咁我哋咧，咁佢又未喐得喎，咁我哋會建議咧做一個所謂嘅懷泵運動。懷泵運動咧，即係話佢瞓咗喺床上面，佢隻腳
腳尖指向天，跟住之後腳尖指翻去床尾，跟住再隻腳尖指翻去天。呢個其實係借助小腿嘅運動、小腿嘅肌肉運動，去輔助翻個腳部至到去到腰嘅一啲血液循環嘅速度嘅，係啦。尤其是如果假使間佢做完手術，有機會可能俾人喐咗啲淋巴結嘅時候咧，佢做呢啲運動嘅時候會減少翻佢出現水腫嘅風險嘅，係啦。另外膀胱訓練啦，膀胱訓練會建議就係、尤其是有部分喺前列腺癌嘅患者咧，佢做完手術之後，佢有機會出現一啲控制排尿嘅功能嘅問題嘅話咧，係絕對建議做膀胱訓練嘅，包括一啲簡單啲嚟講，佢係一個引尿嘅動作啊，係啦，佢有 feel 嘅時候。唔使即刻去做引尿嘅動作先，大概1分鐘至15分鐘，佢忍唔到啦，真係好勁忍唔到啦，佢就去啦。OK， 如果佢忍到嘅15分鐘之後先去啦。OK， 咁呢個係輔助翻佢膀胱佢膨脹同埋控制翻膀胱嘅肌肉嘅力量嘅，係啦。咁尤其是如果假使間佢做緊化療、電療、做緊激素治療，係啊，前列腺癌嗰啲都會做激素治療嘅。咁我哋會建議翻佢做翻。尤其是腳部同埋腹部嘅主要肌群嘅阻力運動，咁佢做阻力運動咧，都係會涉及到橡筋帶 ，OK？ 你發現橡筋帶出現咗好多次嘅，係啦，橡筋帶 OK？ 係啦，不論佢係輔助腹部至同上肢啊，不論腹部同下肢啊，都可以用到橡筋帶嘅。咁所以好多時點解就係話，如果假使間佢要做運動嘅時候，有好多器材佢會用到，但係其實你見佢用到橡筋帶，其實已經做咗好多需要做嘅運動。嗱，咁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唔該晒。多謝晒謝醫師嘅分享嘅。咁而家係 Q&A 問答環節嘅，各位有冇啲咩想問謝醫師㗎？係啊，自己喺度碌啊！嗱，通常如果8段錦嘅話咧，每個動作大概5至10分鐘差唔多㗎啦。咁佢8段錦咧，佢大概成段你做晒成段，你會發現做超過1個鐘嘅。係啦，咁你可以咧將佢縮減些少，可能做5分鐘做一段，5分鐘一個動作，5分鐘一個動作，咁你再可以將佢縮翻落去，大概1個鐘就完成佢，差唔多。咁你加長佢咯。嗰個動作你要做多幾次 ，OK？ 你 YouTube 咧，如果你假使間你成個動作咧成段，你淨係第一個動作一個升提嘅動作 ，OK？ 呢個動作佢做咗2次，跟住就下個動作㗎啦嘛，都唔夠2分鐘就下個動作，你唔好啦，你做多呢個動作你起碼做翻10次 ，OK？ 呢個動作起碼做翻10次，你仲要每一次你仲要頭先咪話咯，動作 OK？意念你帶動嘅氣由下面推上去，再由上面撳翻落嚟 ，OK？ 呢個係意念 ，OK？ 加埋呼吸 ，OK？ 拉上去嘅時候吸氣 ，OK？ 撳翻落嚟呼 ，OK？ 呢紮動作你做翻完整佢 ，OK？ 咁所以點解一個動作可能你要做5分鐘至10分鐘咁你個動作唔係咁快啊！我頭先依家呢個快板又好明顯係慢嘅動作，係啊，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你可能一個動作做翻5至10次，咁啊5至10次啊，可能做超過10次啊，咁啊可能5分鐘咁樣咯，咁跟住之後你拉長佢。係啊，可以咁樣啊，係啊，冇問題㗎，係啊 ，OK， 係。我想問咧，練8段錦嘅時候，如果要增加佢運動強度，點樣增加？好，練8段錦要增加運動強度咧，係喺你練8段錦之前增加嘅時候，即係換句話講，你練8段錦之前咧，你可能喺公園已經行咗個圈啦，行興咗個人啦 ，OK， 你個心跳率係提升咗啦，跟住先至開始練8段錦。係啦，因為單純練8段錦去提升心率咧，呢個係冇乜可能嘅事嚟嘅。OK， 你就算做晒呢個所有意念啊，所有嘢做得啱晒都好，你個心率都係冇提升到嘅。係啊，反而會係喺你做8段錦之前已經提升咗啦，跟住你練嗰個8段錦個效率就會高好多。有冇咩啊？有冇？你去癌病基金會嗰度已經有人教你㗎啦，係啊，有堂上㗎，
係啊，你就算去啲舉個例，例如啲工聯會嗰啲上堂教都有好多堂上㗎。係啊，工聯會嗰啲好抵玩嘅，嗰啲幾嚿水，跟住之後一季十堂10零堂咁，你去嗰啲地方上堂都 OK 嘅。係啊，通常都寫明係8段錦㗎。係啊。好，多謝晒謝醫師精彩嘅分享。咁今日活動就結束㗎啦，多謝。